其實咧你只要覺得納斯達克指數咧喺未來嘅時間咧可以升到去34000點嘅話咧，其實咧我覺得咧就可以做定投㗎啦。咁納斯達克指數咧其實佢主要咧係買咗好多，或者應該正確啲嚟講係包含咗好多咧美國嘅大型科技股啦、增長股票咁樣。咁我覺得咧10年後咧美國嘅一啲嘅科技股啊或者一啲嘅增長股票咧，其實咧都應該仲有機會咧係可以繼續升嘅。咁所以咧長線咁樣真係以10年期去定投咧，我覺得可以嘅。本篇純屬個人分享同教育用途，並非投資建議，本人並未持有任何相關牌照，投資一定嘅風險，盈虧請自行承擔。詳細免責聲明，請參閱資訊欄。TNL 幫你睇清市場機會。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今日咧，我哋會咧抽一啲時間咧去回答粉絲最近嘅一啲嘅提問嘅。咁我覺得咧呢啲提問咧都好值得去回答，等大家咧增加多啲投資知識。所以咧我就會逐一去回答呢啲提問嘅。咁首先第一條問題咧就問納斯達克指數咧可唔可以長期定投咧？一直見到有好多人都話而家係高位，而家係咪應該值得恐慌嘅時候咧？適唔適合定投咧？咁要回答呢個問題咧，首先大家要了解乜嘢為之定投先。定投咧，其實咧就分一段時間定投，即係譬如可能每一個月買1萬蚊，定期咁樣去買1萬蚊嘅一啲嘅指數啦，或者咧我每跌100點我就買一注，每跌100點我又買1萬蚊，呢啲都可以叫做定投嘅。咁咧，我諗呢位朋友所問咧，我諗都係坊間所用嘅定投啦，因為好多基金公司啊，或者一啲嘅月供嘅基金啊、股票咧，都會 sell 你就係話每個月咧定期咁去買一啲嘅指數基金嘅。或者買一啲嘅股票，咁定投咧，其實係好重要嘅一個點咧，就係你而家買入嘅嗰樣嘢，其實佢喺未來嘅將來，唔理佢幾耐，佢都可以，本人認為啊，都可以有最少50% 嘅增長，咁你就可以喺呢個時候值得定投啦。同埋亦都要符合另外一個條件，就係我哋有個假設，就係你呢個定投咧係一個非常之長時間嘅定投嚟嘅，可能係以10年計嘅一個定投嚟嘅，而喺呢10年裏邊咧，呢隻咁樣嘅投資產品咧，係有可能有50% 增長嘅。咁假設呢隻產品咧一路咁升，一路咁升，但係因為咧佢有最起碼50% 嘅增長咧，加上咧你係一路平均成本咁樣一路買升，只要佢喺任何一刻高過你嘅平均買入價咧，你都為之贏嘅。咁所以咧，只要佢有50% 嘅升幅咧，其實咧你拉勻咧係一定賺嘅。其次咧就係如果定投呢一隻產品咧，如果佢係下跌嘅話咧，會有更加好嘅一個投資效益嘅。因為你買呢隻產品嘅時候咧，如果佢跌咧，喺而家呢一開始咧，你會每一注咧都買入更加平嘅呢個產品。譬如呢個納斯達克指數啦，咁如果佢一路跌咗10%，喺呢個期間你可能平均咁樣就可能買到平均比而家呢個價仲低5% 嘅一個指數基金或者一個ETF 咁樣。咁當佢真係升50% 嘅時候，咁你嘅回報咧可能已經係5至60%啦。如果佢平均係跌咗20% 嘅話，平均嚟講已經可以有100% 回報啦。當佢升翻上50% 嘅話，咁所以咧定投係一個好好嘅投資工具嚟嘅，尤其是啱啱學投資嘅小白啦。咁但係你記住，你要揀一隻可以有50% 升幅，同埋咧你係可以長期持有嘅一個產品。你呢個定投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可能10年之後或者10年內先至會升到50% 嘅。咁納斯達克指數咧，其實咧由最高位24000點咧，啱啱而家就回落咗大約唔夠10%啦。咁其實咧納斯達克指數咧係一個好有波幅性嘅一個產品嚟嘅。咁我覺得咧，其實咧，你只要覺得納斯達克指數咧喺未來嘅時間咧可以升到去34000點嘅話咧，其實咧，我覺得咧就可以做定投㗎啦。咁納斯達克指數咧，其實佢主要咧係買咗好多，或者應該正確啲嚟講係包含咗好多咧美國嘅大型科技股啦、增長股票咁樣。咁我覺得咧10年後咧美國嘅一啲嘅科技股啊，或者一啲嘅增長股票咧，其實咧都應該仲有機會咧係可以繼續升嘅。咁所以咧長線咁樣真係以10年期去定投咧，我覺得可以嘅。咁但係咧你就要有個心理準備咧，嗰個錢咧係真係 lock 10年以上。好，下一條問題係如何看待未來嘅 A 股？好多人咧都話 A 股嘅牛市嚟啦。咁其實咧，本人係睇好 A 股嘅，因為咧中國作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咧，咁其實人民嘅資產或者資金咧就越嚟越多啦。咁佢哋嘅資產越嚟越多咧，其實咧從來咧中國只有2個容器嘅啫，一個就係真係現金存款同埋樓市。咁好少嘅人民咧真係接觸股票嘅啫。咁隨住互聯網嘅進步啦，咁越嚟越多自媒體啊，或者一啲嘅社交軟件咧，其實咧越嚟越多嘅社交軟件咧都喺度講解緊一啲咩叫股票，亦都做緊好多投資者嘅教育啦。咁亦都越嚟越多私募基金咧去踏入呢個 A 股市場。咁其實咧呢個 A 股市場咧係越嚟越多資金湧入嘅。咁頭先講啦，另外一個資金容器現金存款呢度咧，其實咧隨住咧啲人民咧嘅知識越嚟越普及啦，中產越嚟越多嘅資金咧去投一啲嘅私募基金或者真係直接買股票。咁所以咧未來 A 股市場咧嗰個
市場深度會越嚟越大，咁啊亦都會越嚟越多參與者嘅。咁你睇到中央嘅好多政策咧，都係想更加多嘅市民去投資 A 股啦，去作為一個資產增值或者企業融資嘅雙贏局面嘅。咁加上就係話有好多中央嘅政策咧，譬如去槓桿啊，所有嘅嘢咧，其實咧都係想令到成個 A 股市場咧去穩步向上嘅。咁我會話咧，而家嘅 A 股市場咧係一個慢牛嚟嘅。咁亦都有好多咧增長型嘅 A 股咧係值得投資嘅。咁當然啦，唔熟就唔買啦。如果真係要投資 A 股市場咧，首先你要好做得足好多嘅功課啦，你亦都要好了解你自己所投資嘅企業啦。另外就係 A 股咧，其實係會有一啲咧跟風炒作嘅現象出現嘅。有好多時咧係真係純粹炒賣操作嘅。咁所以咧，你喺投資 A 股嘅時候咧，你自己一定要有好多嘅認知啦。真係要緊守價值投資去投資 A 股，而唔係或者麻木咁樣去追有一啲炒起咗、炒到飛晒天嘅股票。如果本人咧去投資 A 股咧，我都會真係買翻一啲嘅 A50啊，或者咧滬深300嘅 ETF， 用 ETF 去投資 A 股嘅啫。咁我就唔會話去買個股嘅，因為咧本人對於內地嘅會計制度咧唔係好熟悉啊，有好多嘢咧我睇唔到啊，或者睇漏咗啊，咁所以咧我就唔會投資 A 股嘅個股嘅，除非自己做咗好多研究啦，亦都好熟悉某一啲嘅增長型科技股啦，咁我都會嘗試喺未來嘅時間咧喺當中尋寶嘅。不過咧就遲啲再同大家分享。好，第三條問題就係好多巴菲特持有嘅股票咧，都係長年期咁樣持有嘅，咁我點睇咧？而我又偏向於長線定係短線嘅操作咧？咁其實咧，可能大家對我嘅接觸都唔係好長啦。好多時咧，我買股票咧都偏向長線去投資嘅，即係我會買啲咧基本面非常之好，亦都低估值嘅股票咧，揸佢一段長嘅時間，同佢鬥長命，而去賺一個起碼50% 以上嘅升幅嘅。咁當然啦，某時間咧佢回調嘅時候，我會選擇換貨啊，或者換馬啦。咁我同巴菲特咧有一個基本上嘅分別咧，就係佢個資金池同我嘅資金池有分別。咁當然啦，巴菲特點解可以做到長期持有咧？其實咧，佢自己個人嗰個現金流咧係非常之穩健嘅。你如果有留意巴菲特嘅一啲嘅生活習慣咧，其實佢連架車佢都可以揸好耐。咁啊食啊，淨係食漢堡包，飲啊淨係飲汽水。佢將自己嘅開支咧壓縮到好細。呢啲咧係每個人嘅理財習慣嚟嘅。當然啦，喺佢心目中，佢就係覺得佢每慳落嚟嘅1蚊咧，佢都可以再喺股票市場度放大。咁但係我自己咧，對於自己嘅生活質素啊，或者一啲人生嘅追求咧，我都會有啲嘅唔同嘅價值觀去擺落我自己嘅理財度嘅。所以咧，我就唔會好似佢咁可以話長期持有啲股票而唔去套現。咁我咧會適當嘅時候會喺高位賣翻呢個股票咧，去再去換碼。咁我呢個方法咧，可能會比巴菲特咧嗰個方法咧更加快有增長嘅。咁但係當然啦，時間已經證明咗佢一路長期持有咧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一個操作嚟嘅。咁我其實本身都係偏向長線嘅，但係我自己就會有啲嘅操作啦，去將賺咗嘅錢換落一啲更加多嘅股票，去用一個複息嘅回報去增長自己嘅資產啦。咁呢個係我同巴菲特嘅一啲嘅唔同啦，同埋我都會適當時間套現咧，去運用翻啲錢咧喺自己嘅生活度嘅。其實咧，所有投資方法長線定短線咧，真係要好因應個人嘅需求或者佢自己嘅一個理財習慣啦，或者一啲嘅現金需要咧，而去作一個妥善嘅安排嘅。所以咧，我係幫唔到你哋或者教唔到你哋點做嘅，但係我只可以分享一啲我自己認為比較少機會輸錢、大機會贏錢嘅方法。如果大家對於我對上嘅3條問題有啲咩嘅意見或者有啲咩嘅睇法，歡迎大家留言同我一齊討論下。